我係 Shadow 啊！今日我哋一齊玩 Roblox Badminton 啊，好刺激緊張嘅一個 game 啊！我都係第一次玩，咁我同埋我老友 APC 就對決其他嘅人啦。不過 by the way， 中秋節快樂先，因為就嚟中秋節啦。好，我哋一入到嚟啦，預備就同對手開波啦！哇，佢呢個都幾困難嘅，同我講，所以都係一個好激烈嘅戰爭。哇！即刻嚟咗一個大炸彈，哇！真係有啲難度。好 fish 咗先，即刻打返過去。呢個 game 我同 ABC 都一齊努力緊打。敵人的確係好熟練啊！攻擊，我儲定氣 ，freeze 咗先，慢慢跌落對方嗰度。OK， 好衝啊！喂，哎呀，都係差啲啊！好 ，OK， 先追翻一球先啦。好嘅，再嚟 ，ABC 好波，好犀利嘅球技啊！追，哇，衝 ！OK，nice， 講得切，好。冇問題啊！好，睇下追唔追到 OK。好，哇 ABC 好犀利。OK， 好打返過去先。衝啊！救到！再嚟！哇！佢係唔會出界嘅，佢喺牆度有個模型嘅牆咧，你可以反彈翻佢。哎呀，中咗招，冇啦，要繼續追啊！by the way， 你哋玩到幾多 level？ 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啊！再打啦 ，OK。freeze 咗佢，再慢慢跌落去，kick 一 kick 對手先。好接，就嚟可以用大技啦，79%而家，哎呀 ，OK， 土高必殺技 ，yeah， OK， 嚟啊，喂 ABC 好波，繼續，哎呀，爭啲啊！我哋落後得越嚟越多啦，要追翻。好 ABC 大絕招，佢嘅大絕招係可以令到對手嘅場地嗰度咧好多石頭啦，咁就比較難啲打個波。OK， 好，追翻一分，繼續。哇！又冰凍咗，可以慢慢有啲時間。OK， 我哋追到4-5啦，有機會。ABC 教我咧，佢話可以哇！敵人都開始咩啦 ？ABC 話咧可以長按就可以儲氣啦，儲氣又可以打翻過去嘅。但不過都要小心，哇！打出
界啊！哎呀，俾佢入咗球添。哇！另一個又出大技。係啦，就而家就好似好棘咁樣，好多石頭啊嗰啲。唔緊要啊，我哋繼續奮戰。好，我開波。衝啊！哇！呢個 S 型羽毛球，對手係果然係好有經驗嗰啲嚟嘅。我呢個 level 1選手，哇！犀利 ABC。OK， 哎呀，講唔切。OK， 打。OK， 再嚟。喂，講得切。再嚟，好，見到打返過去。再嚟，哎呀，都係講唔切啊！同我預備可以用必殺嘅，嚟啦，兔哥！我 freeze 咗佢之後，再慢慢打，犀利啊！好彩有 ABC cover 住啫，再嚟。OK， 好，打返過去。好 ，OK， 接得住 ，OK， 好，趕啊 ，nice， 哎呀，爭少少啦，好可惜啊 ，OK，ABC 又發生大技啦。發動呢個大技能 ，OK 對方棘住咗，過唔到網啦。好，開波。哎呀！呢仲係另一個羽毛球喎。係咪有 bug 咧？定係佢嗰個絕招？可能佢個絕招有分身羽毛球。哇！犀利 ，ABC cover 住。好，嚟。OK， 7-9啊！好，最後一戰。好，嚟啦！凍結嗰陣時，凍結個羽毛球都要有時間技巧啊！好嘅，哎呀，打到8-9 ，OK，nice。嗱，對方又出絕招。好。啊，爭少少啊 ！All right，
啊 ，last point 啦，睇下追唔追到。喂，哇！哇，好在好在，去freeze 咗佢再慢慢跌落去，好打。哎呀，唔緊要啦，我哋下次再試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Yeah, thanks for watching 啊 ，my friend。記住 subscribe 同埋 follow 我 IG 啊。Thanks, have a nice day. Bye bye.